聯繫情感，培育幼兒社交情緒發展。家長除咗照顧小朋友嘅日常需要，亦唔可以忽視佢哋嘅情感需要同社交情緒發展。從細細個開始正視小朋友嘅情緒，對佢哋日後學習調節情緒、同人相處，以至唔同範疇嘅發展都好有幫助。初生嬰兒篇，初生 BB 雖然未識講嘢，但係已經會透過聲音同動作嚟表達各種情緒。呢個啱啱滿月嘅 BB 食咗奶，換好片，但係仍然不停喊，父母都唔知點算好。到訪嘅姨婆就提佢哋，喊係 BB 表達需要嘅一種方式，可能 BB 覺得唔自在或者要人陪，又鼓勵媽媽抱起佢，愛下佢。於是媽媽溫柔咁抱起 BB， 同佢講：媽媽喺度啊，冇幾耐 BB 定啲啦，跟住姨婆就再提媽媽。 BB 而家已經認得媽媽把聲，你多啲抱佢陪佢，佢就會有多啲安全感。雖然佢而家好似淨係識得喊，但係過多1-2個月，佢所表達嘅情緒就會豐富好多噶啦。BB 俾媽媽抱起，同聽到媽媽溫柔嘅聲音之後，就慢慢停止喊啦。分離焦慮篇，呢個媽媽帶住9個月大嘅仔仔去到遊戲室玩，遇到一位好耐冇見嘅朋友。呢個叔叔嘗試抱起 BB，BB 即刻大喊起嚟。媽媽先安撫 BB， 當佢哋一齊玩咗一陣，媽媽再將 BB 慢慢抱近叔叔。BB 開始接受叔叔，仲笑住一齊玩添。BB 大約由8個月大開始出現分離焦慮，當要同照顧者分開，面對陌生人或者新環境，可能會表現不安，甚至大喊。家長只要接納呢啲係成長階段嘅自然反應，就可以幫 BB 建立安全感同慢慢適應分離。2歲反叛期篇，小朋友踏入2歲，佢哋嘅情感越嚟越豐富，而隨住自我意識嘅發展，會多咗自己嘅諗法，冇咁易合作。以下情況係咪似曾相識呢？呢個爸爸準備同2歲嘅女女着衫，然後落公園玩，但係女女扭計唔肯換褲，係咁話唔要着褲。唔着。於是爸爸有耐性咁同女女傾偈，等佢平靜落嚟，再慢慢引導佢合作。2歲嘅小朋友情緒容易起伏，係唔容易處理。家長試下喺小朋友嘅角度出發，耐心引導，佢哋慢慢就會學識調整自己嘅情緒。學前兒童篇，小朋友進入學前階段，需要學習同朋輩相處。家長可以俾小朋友多啲接觸朋友仔，引導佢哋留意其他人嘅需要同感受。有班小朋友喺公園玩得好開心啊！媽媽同爸爸一路望住佢哋玩，佢忍唔住講：孫仔好似成日玩，不如帶佢去學下嘢啦。爸爸唔同意，就解釋：小朋友要玩㗎，玩之餘仲可以學到點樣同人相處。喺呢個時候，仔仔同其中一個小朋友爭住騎馬仔，嘈起上嚟。我先個，我要玩。於是爸爸走過去安撫仔仔，同引導佢哋輪流玩。學前兒童開始識得分辨自己同其他人嘅感受，又會同朋友一齊玩，但係仍然需要家長引導佢哋學習點樣同人相處。從初生開始，小朋友就已經有好多情緒流露，只要家長多留意同配合佢哋嘅發展需要，加埋適當嘅引導，可以為佢哋嘅社交情緒以至全面發展奠定良好嘅基礎啦，一啲都唔複雜㗎。想知道更多有關兒童社交情緒發展嘅資訊，同埋點樣回應小朋友嘅情緒，歡迎收睇情緒導航小秘訣同情緒導航5部曲影片。你亦可瀏覽衛生署家庭健康服務網頁 www.fhs.gov.hk 參閱有關小冊子。衛生署家庭健康服務製作。